来这边有一个很难的字，叫做超牙。超牙牙是什么？你们都没上课？没有。你们试一下就上课，对不对？冲牙就是拜拜，好，所以是冲牙。超牙，最后子抛位。子抛位。那它的动词是打子抛位，打子抛位放鞭炮就用打子抛位。那这个念也我们念一次啊，瓜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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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主席，瓜子，瓜子拜主席，点香点做成银子，点香点做成银子，生意先把同水果，生意先把同水果，神仙神医拿来摆，神仙神医拿来摆，两字抛位点高位，两字抛位点高位，主贤保佑太平安。